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9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有一个网络片人利用 AI 技术，假把片的主角画作其他女性的面部啊。总统和调解拢认为要针对着所谓性别暴力受罚。民众伫国家注疫苗无都摕到黄色的疫苗登记卡，不过等来到台湾了后，会当伫疫苗注射系统增加记录。 有一个外送人员为着要闪一台乌多摆摔死伫个公车下骹，乱停的轿车、乌多摆甲公车司机拢去互依法上班。有一个网络片人号做小玉的，伊利用 AI 技术，甲肉片的内面角色画面换做是查某网红政治人物等等，甚至甲这款色情影片放伫网络顶头背互别人，受害者上起码拢有上百人。总统蔡英文表示会推动修法，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讲，目前的处罚是伤过轻，爱加强就爱加强。法务部长蔡清祥也讲，已经启动修法啦，伫1个月内会送到行政院审查。 网络小玉利用Deepfake画面技术，将女性网红、政治人物后坐到上到本案影片，伫网络贩售盈利，受害者外百人，骗取网红、艺人名称、女性政治人物。总统蔡英文表示，针对画面色情犯罪等多种类型的网络性别暴力，将中心盘点法规，研议推动修法工作。面对立委追问现行法。 敢是伤轻？法务部长蔡清祥19表示，已经启动修法，1个月内会当送行政院审查。是1个月可以吗？1个月，我们法务部可以提出来，送到行政院。啊，这个院长啊，这是很多社会上的人的困扰了。对，委员，这是高科技哈，拿来犯罪就没。 部长检调，即会当依法起诉小玉等人散布猥亵物品罪甲妨害名誉罪。散布猥亵物品罪，相当指出2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会当换扣罚金无代志。因为受害者之一的民进党立委郭家儒指出，无经过本人同意发布的 AI 画面影片，无人会当接受。 这就是变相散布假信息的行为，所以用旧条文来处理新形态的网络犯罪，有最少无相同的纪律。不止我，也有很多的公众人物，还有知名的女星艺人。那所有的人其实对这样的行为都是非常的生气，而且绝对不能容忍。那社会也应该要共同提出谴责，并且应该要遏制这样子的行为。虽然不是本人啊，可是他确实有造成相关人有一定程度的受害，或者是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在私密影像的保障上，可能要另外做立法做处理。另外，调整修法也是制定新的网络性暴力防治条例。调解立委认为，拢是会当讨论的方向。此外，民间团体最近几年积极推动的侵害个人性私密影像防治条例草案，几下会颁布由外等待立法院审查。立委强调，会立立画面犯罪。 保护当事人，民团发声，政府应该重视新兴犯罪问题，量早完成修法。记者综合报道。有罪犯利用 AI 技术，甲别人的面接去肉片啊顶头，佮摕这影片去赚黑心钱，也引起所谓性别暴力的问题。对民间团体也烦恼讲，被害者烦恼讲会去互报复，大部分的人拢是唔敢报警察。有专家认为讲，这唔那是性别暴力以外，更加是国家安全问题。 涉嫌利用 Deepfake 深度伪造技术，甲别个网称甲名称顶人面的图制作做色情的影片。真有名的网称小玉，顶日去互检警约谈，这种深度伪造技术成做犯罪工具。受害者之一的 YouTuber 家丁都把翕影片，呼吁都要重视所谓暴力的问题。 从傻眼到难过到现在有点愤怒，你凭什么乱用我的肖像？我们自己更应该去重视数位科技衍生的新兴性别暴力犯罪。即马科技进步，新形态所谓暴力犯罪是愈来愈接快。台湾所谓努力联盟表示，即马拟真的技术是愈来愈厉害，民众真谙查证嘛，真谙分辨是真是假。 因若所谓性别暴力，毋但对女性造成伤害，甚至要抓到幕后嫌犯嘛，真无简单。
不敢出来就是报案或者是提告，因为他们担心就是这样子的影像，就是没办法移除，这样集团抓不到人，它其实会导致他们被恶意的报复更严重。那像 Telegram 这样子的境外的加密公司，其实他们根本不会把这样子的资料提供给警方。这次查获是感觉是运气好。所谓努力联盟嘛讲，所谓性别暴力已经加做全球性的问题，深度伪造技术去互蓝山摕去乌白用。在真侪年前，美国真有名的电影名称盖尔加朵的影像，都捌去互乌白盗。针对这种拟真影片潜在威胁，有治安专家就讲，可能嘛包括国安的问题。就是被伪造的时候，讲了一些对某一些族群的一些歧视的发言，那自然而然也会造成，就是说这个对于那个政治人物的一些不信任，或者是一些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技术来说，的确是需要去重视。治安专家提醒，这种拟真的技术会当在伊变做政治人物讲的话来欺骗民众，嘛真有可能会互利用来威胁国安等等的议题。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要安怎因应科技造假带来威胁，成做真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伫新北市双溪虎霸潭有6个人去互大水冲走以外，搜索行动到达已经超过60点钟咯，也佫有2个学生囡仔到今时也未找到，警消人员是加派骹手来斗找。新北市长海有基强调讲，今仔日是搜索以来天气上介好的一天，因也会继续来找。另外，也会查清楚有偌济业者正在进行这款活动，也会加强监督。双手拜拜，请神明斗3工，互失踪的查某囝较紧转来。姓刘女童的爸爸伫朋友的陪伴之下，19到暗暝地点附近的宫庙拜拜，祈求有奇迹发生。请土地公帮忙找一下妹妹，就这样很简单。好，谢谢谢谢。爸爸情绪有没有比较平稳一点？有。搁较侪警消加入搜救，为水头找到水尾，搁为水尾找到水头，希望因找到失踪的姓刘女童加姓陈的少女，暗过依然找无。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发声，请大家利用好天气加强找找，唔通放弃。空勤总队也派直升机伫空中找找。虽然超过了黄金72个小时以后，我们明天仍然会不断的扩大持续采重点式以及分区块的搜索。明天我们会派出我们的潜搜队，针对我们重点区域的河道底下的深水处，再三的潜入搜索。侯友宜强调，就算过黄金72点钟，二站会针对最较深的所在继续找找，也强调会请教育局检视中小学的户外活动，而且清查同款的民间业者，了解营运的状况。要求类似的户外营队活动或课程，务必要检核活动的流程、事先会勘安全、师资的证照、保险。所有的户外的教学，我们会加强查核。营业项目里面具有登山向导业公司是295家，商业登记的部分大概是78家。我们会逐一看看，就是说他们登记的营业项目跟他们实际营业的一个情形。检警调查专案先锁定3名股东前后到案，第4个姓吴的股东18到4访分交做笔录，先后请回。检方强调会陆续传唤证人到案，来调查相关的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盐埕区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造成46个人死亡。检察官伫下晡，搁再指示监视人员等到火场查检。市政府的专案小组也去查过，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火灾原因是1楼放真侪奥多摆，那阵这奥多摆全部烧起来是真严重的，而且每一层楼的防火门拢叫人拆掉，这乌烟一直冲对楼顶去，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伤亡。监视人员来到城中城大楼，向检察官指示再一次检视后亲像导火1楼环境，无回答任何问题。为了查清楚责任，市政府组成行政调查小组，18家警大教授以及科大教授等人到火场勘查，传出通往12楼的安全门去用封死，无法度进出。也好亲像找到灾害主要原因是1楼停放50台机车，形成火灾时阵的助燃物，也将大楼内底的防火门拢拆掉，无法度有效防灾。不过参加的2学者无愿意证实。炸的无一样，
那不是最近的事了，我过去做。还洗穿的包衣啊？这里，哎，半路人家拿了。如何讲一寡防火门早就无去啊？透过内部结构图，就会当看到一楼中央都是停放机车的所在，数量至少50台。机车倒起了后边的电梯、楼梯拢无防火门，也是敢若用插门扎起来。也随着火甲火粉都一直往楼梯、电梯冲起来，才造成严重伤亡。防火门它没有办法阻隔烟热，当然是很重要、造成伤亡的因素。那机车呢？它如果被引燃的时候，它的火势会变得很大，火必须要有燃料。可是烟只要今天它只要烧起来的时候，它只要有热量，它就会把它带到每一个角落，而且烟是无孔不入的。所有的这个城中城个案的这个行政调查都在进行当中，我一定会给社会一个很清楚、完整的一个交代。城中城火灾死者未少是因为去互火粉砸死，防火门去用拆掉，是毋是主要原因？市政府爱搁调查，惊讲这种代志搁发生。19楼区无管委会大楼开始检验的第2天，也持续拆除阻碍都市的一寡障碍物。伫这礼拜，包括全市拢总22栋20至30年的楼区建筑物全面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了后，高雄市政府也开始进行稽查较旧的大楼。不过，有的大楼问题较大条，就要改善消防设备，甚至要开上清班。另外，也有一种是规栋大楼有一半以上徛家拢无带人，要找厝主也真困难。公务局表示，讲会辅导这寡旧大楼，市政府也针对着住地条例等咧处理，希望大楼公务就要有管委会来管理。高雄这栋大楼已经35年，全栋607户拢是套房，住户敢若地上权，土地是市政府的，每个月管理费一平收55块，每一户管理费上侪1000多。不过一寡住户因为拢是细厝的，要开会都无简单。整合到民国90年才正式成立管委会，这个联合稽查了后，需要改善的消防设施至少都要2600万，也互大楼无法度负担。15年前就已经有找人来估价我们的消防就要1300多万，那你现在2600万花得起来吗？我这里跟贫民窟一样哎。总干事讲，旧大楼维修济，佮加上人事成本，管理费往往存无偌济，改善设施，逐项都爱钱。那做市政府真正爱人负责，归去改善管委会。有管委会运作都这么困难啊，有一寡无管委会住户，也是希望会当成立较安心。我们的房子太旧了，我们的经济能力不够，所以没有成立管委会，但不够资格。切开铁门，再个迁都杂物，市政府看局处动员，10月开始稽查全市34栋无管委会的老旧复合式大楼。城中城所在地理长讲，历来有18栋大楼无管委会有几多栋，为着有人管理，建议住户先成立自救委员会。大楼无够啥物装备，是安那袂符合。这嘛是爱处理。但是若成立自救委员会是一个暂时讲，莫讲有人管总比无人管较好。针对无管委会大楼，高雄市政府要修订住地条例，加强行政管理法的部分。法制局也表示，会赶伫这个会期送审，无管委会的公务大楼也修订为有法则。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注疫苗问题。有台商伫中国驻武汉试验疫苗了后，等下到台湾敢法度摕到疫苗登记卡，也就是迄张黄色的卡片咧。指挥中心表示，伫台湾住的民众才会当摕到黄色的疫苗登记卡，伫国外住的全部拢无。不过，伫国外住过 WHO 所认证疫苗，等下到台湾了后，也会当去疫苗注射系统增加你注射记录。19新冠疫情搁增加6例，一个本土5例境外零死亡，其中一个境外凤城市金矿当做为美国等来隔离期间确诊，不过指挥中心无愿意证实。他是境外移入的个案，所以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大老板或者什么样其他的身份，其实能够匡列的对象，并不会在社区当中有影响。国内传出台商驻2支中国疫苗，国药甲科兴所成功换国内驻疫苗的小黄卡。不过指挥中心表示，国内的小黄卡只有记载 AZ-BNT 莫德纳高端，只记录国内驻的记录。另外，国外驻疫苗，台湾只开放世界卫生组织 WHO 核发，今日使用程度的6种 AZ-BNT 交生莫德纳加中国国药科兴，因伫全国性预防注射自行管理系统补丁，这是有效的，唔免过对家注疫苗。
事实的认定，就是有这样子打过这样的疫苗，但对于说怎么样承认，那还要再另外再研究。农历春节，大商等台湾国外做过2剂疫苗，是不是比照机组员5+9检疫规定呢？但其中表示，2种的思考点并无同款，爱国研究。另外，上新组疫苗不良反应事件统计到10月为止，增加85例，其中非严重事件有49例，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有35例，增加1例死亡是62岁，自 BNT 了后3天死亡。另外，第12轮公费疫苗已经开放预约登记，指挥中心提醒，这摆分2阶段预约。第一阶段若无预约到，会用等第2阶段搁再预约。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疫情渐渐伫咧稳定，教育部搁在修正学校的防疫指引，对今仔开始室外体育课和音乐课分学期都应当甲水暗流落来。若准伫室内外翕个人相片或者是团体相片，也拢会当流水暗。现在把你的口罩拿下来。上体育课进前，老师叫大家将喙暗摕落来。囡仔虽然袂管事，煞是真欢喜。最好不要，不要戴，是不是？对，戴口罩很不舒服吗？那你上什么课最不舒服？体育课。高中体育课拍篮球，虽然日头赤炎炎，伫室外运动是真热，走起来嘛真喘，至少毋免搁再挂喙暗拍球咯。脱下口罩后，就会变得比较有活力，比较好活动。室外体育课会当流喙暗，室内音乐课若是师生拢无呼吸道的镜头，就会当甲喙暗摕落来分乐器，只是下课就爱搁随挂好好。毋过看到运动场另外一边咧拍棒球的班级，也是全程拢甲喙暗挂条条。我就觉得还是戴着比较好，因为疫情才刚过嘛，就是还是会怕。看大家都戴着啊，所以我就戴着，因为如果我一个人拿下会很尴尬。即卖疫情缓和，高中以下学校防疫管制搁再放零。毋过目前犹原是2级警戒，有学校就决定要继续暂停游泳课。因为游泳课它是在室内，所以还是要戴口罩。甚至我们办理室内的运动竞赛等等，事实上还是仍然是受到一些限制。日常生活防疫管制渐渐咧放零，校长嘛期待有一天会当完全开放，恢复做疫情进前的正常教学甲活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礼拜汽油的计数是起到这3年以来上界悬的数字，受到国际油价和原物料起价压力，国内产业业和做饼业者也拢讲，无的确会先来起价。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政府有相机制控制油价，目前国内物价也相对平定，油源爱小心应对。另外，军公告调薪税部分，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会赶伫明年进前来定案。整个心好像在那个旱时钟一样，旱过来旱过去，有没有？这上去都不晓得下来呀，很担心啊，冲击很大的啊。去年才告诉化价袂消，受到国际油价起的影响，这礼拜国内油价一捆仔起8角，95无盐汽油来到美国成31块，创活3年的新高，连带影响物价也在起，民众真有感觉。平常有记账啦，所以那个生活费啊，然后就会总支出就会变多啊，那就会有感觉啊。那油价国际原料起，随着需求型通膨压力升悬，餐饮业拢宣布起价。民生物品含备原料属于进口的面粉、麦达起上侪，像面粉已经起2成，烹店用量侪冲击成本，小型店家也只会当眼睛。那涨最多的其实目前是面粉，那其实里面原来的原物料像奶油，那或者是说你其他的搭配的东西，它本来就也不便宜了，它并不低啦。那接下来可能还有会预期就是基本工资还在调涨啦。那这些再加上去，当然可能会有一个预期，就开始做调整了这样子。外界烦恼油价物价相起，增加民生压力。国民党立党团甚至呼吁冻起油价。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政府有2项机制控制油价，虽然国内物价相对平稳，也毋过油源会细腻应用。
我们有亚邻国最低的这个机制，还有另外一个现在物价的稳定机制。另外，每年基本工资起5.21%，月给由24000调升到25250块。军公告调薪什么时阵会定案？行政院刘素真聪表示，调薪方向已经确定，后头要由委员会审议，应该会伫明年1月初1进行定案。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若准有开车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咯。伫新北市永和今仔早起发生一桩死亡车祸，是一台轿车违规乱停伫咧红线顶头，而且伊要驶走的时阵，后壁奥多摆看到伊要驶走，向来减速，搁较后壁的外送人员是反应袂赴，就安尼甲奥多摆下落去倒点涂骹，煞了看后壁这个公车就甲加入去车底。这位外送员是送到病院了后，也是救不回来。乱停车的这个轿车、奥多摆加公车司机这3个人，拢去互依照着过失致死罪移送法办。银色小货车临停红线一段时间，拄起步一台直行的机车，赶紧减速，后边外送技师闪袂赴，甲机车侧斜倒伫路中，所以去互后边公车加入车顶下骹。还有听到碰撞声或什么吗？有啊，很大声啊。他就是，看到他会抬头看人家，那就大家检查一下就知道。警方由防锁线警消将人救出来，搁做采证，暗过送医了后，有关救无转来。车祸发生伫19早起9点外，外送技师经过新北市永和中正永利路口时阵，头前机车好亲像违闪违停车，向减速。暗过外送技师未负反应，才甲机车压着，刹车倒伫涂骹。那有2台重型机车。那疑似就是闪避路边要起步的富康巴士，然后2台车发生碰撞以后，然后我们这个张姓驾驶人倒地，又被后面的大都会客运公车撞到，然后送医后不治死亡。代志发生了后，违停小货车离开现场，警方依法告发肇事逃走、违停等，各以涉犯过失致死罪嫌函上地检署侦办。据律师指出，那鉴定结果违规停车也是造成事故原因之一，同款来负起过失的责任。它是造成可能机车骑士或是汽车驾驶造成伤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可能没有到100%，可是至少有20%的原因他需要负责，因为他停在那边就是违规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就是过失不当的行为。2年外进前，南投有人违闪违停的车行入车道，互消防车弄死。违停驾驶被判3个月徒刑，因为一时方便违停路边不借食罚单，若是造成车祸，可能要负刑事甲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蚵仔寮渔港昨暗发生老爸甲查某囝拢摔到海里意外，是一个老爸带着一岁外的查某囡仔暗时去到港边钓鱼，这个查某囡仔却向摔落水，老爸随跳落去要甲救，加在海巡人员有听到因的叫声，才赶紧甲伊救起来。伫咧暗时唔困觉查某囡仔带去海边大沙，已经违反着治校法律，目前社会局也正咧介入调查。一回囡仔仔被救上岸，经过海巡人员 CPR 才恢复意识，行到大口。没事。18暗时9点外，高雄蚵仔寮渔港发生2人渡水意外，海巡人员听到呼救声，赶紧去救人。发现落水者为1名成年男子以及1名女童。那现场即刻分为2组实施救援行动。因为女童呼吸脉搏微弱，经本所人员救援上岸后实施 CPR。海巡将已经无来18人救回岸边，送医了后2人无要紧，囡仔仔还伫病院观察当中。根据了解，是爸爸带查某囝来渔港钓鱼，是咪到1年吧，查某囝就落入海底。经过了解，是张姓民众跟女儿一同到堤岸边钓鱼，结果女童不慎失足掉落海中。那父亲见状立即下海救援，那不料却体力不支。蚵仔寮渔港是高雄有名的观光渔港，随时拢有人伫遮钓鱼，因为岸边无防护设施，无注意就可能发生危险。警方认为爸爸伤过无细致，涉嫌违反治校法，已经通报社会局。社会局19也派社工调查囡仔落落海原因，若确定爸爸照顾疏失，会协助辅导提升家庭照顾功能。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高雄仁武有一个11个月大的查某婴仔送到灵武遐风带，想袂到去2天尔，就亲像去互虐待致使头壳受伤，送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回来。目前这个案件也正在调查当中。社会局也认定讲，这个灵武有违法，甲伊带囡仔的牌照废除，以及4人袂当搁再甲人带囡仔咯。透天厝的门口围着封锁线，家属艰苦抓着这片行入内底，准备招魂仪式。高雄这名11个月大的查某婴仔，10月中才互爸母送去义母遐照顾2天，10竟然因为头壳弄着，送医不治，互厝内底的人心拢碎啊！一直吵着让他没办法走，安心的走。我只想说，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家属伤心呼叫囡仔上车，因这期囡仔是互义母摔着摔死亡。希望检警还互囡仔公道。当地里长表示，义母住伫当地2-3年，甲厝边斗阵无啥物问题，也毋过事发了后，加2天就搬走啊。发生这种事情也是很痛苦啦，他也都万万也想不到啦。那现在保姆精神状况好像很自责，他先生陪在他的旁边。检察官18完成遗体相验，后续会调阅病历、同款证人来厘清案件。消费局派家访社工调查了后，认定义母行为已经违法，将停止伊的托育资格。检方这边的调查的结果，来厘清保姆的一个责任。那但是呢，保姆她还是，在她家的在照顾的过程有发生了这个意外这个事件了哈。那所以我们今天也废止了这个保姆的居家托育的资格。家属不满伫社会局推荐平台，找个合格义母煞发生这款的代志，希望社会局审核义母爱确实，唔通互类似的悲剧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来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国际新闻，南韩和日本拢有证实，北韩伫19透早上无有发射一粒飞弹，而且这也是北韩今年第7届飞弹试射。另外，美国和南韩的官员会谈了后，强调美国对北韩是无歹意，也呼吁北韩就要赶紧出来甲南韩对话。南韩联合参谋本部19证实。北韩伫当地时间19早起10点17分，为境内的咸镜南道新浦市一带向东海至少发射一粒弹道飞弹。南韩军方较晚确认，北韩发射的是会当为潜艇发射的尖射弹道飞弹 SLBM。详细情况，南韩甲美国也在进行分析。这是北韩今年第7摆试射。日本批评北韩违反联合国国旗，严重破坏区域安全。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对此表示遗憾。では私の立場から予断するのは控えたいと思いますが、引き続き事態の把握、情報収集、これはしっかり努め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北韩最后一摆试射尖射弹道飞弹是伫2019年10月，迄当时为水底平台发射一粒北极星3型，射程大约1900公里。就伫北韩19试射的前几点钟，美国甲南韩代表才伫美国华府针对北韩问题举行会谈。佮表示，伊讲就继续甲南韩讨论朝鲜半岛终战宣言议题，同时也强调美国对北韩无敌意，对无条件中期对话持开放态度。The U.S. continues to reach out to Pyongyang to restart dialogue. Our intent remains the same. We harbor no hostile intent towards the DPRK, and we are open to meeting with them without preconditions. 이 인해가 깊어졌다고 생각을 합니다. 양측은 앞으로도 긴밀한 협의를 지속해 나가기로 하였습니다. 北韩最近定试射表示领导人金正恩的核武威胁，有关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挑战之一。南韩、美国甲日本三方的情报首长19伫首尔针对北韩问题举行无公开会谈。南韩也当咧举行韩国史上上大的国防博览会，佮准备伫2月试射头一款国产的太空发射载区。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这期的国会大选拄结束，不过负责任命新总理的总统齐曼却伫咧家护病房，伊健康状况是无明确。参议院院长、议长韦德奇18表示，病院有讲齐曼最近是无啥有机会回来到政坛，可能就爱参考宪法，启动总统集权的移交，找人来代理。
捷克总统齐曼这个月初三带至布拉格军备区交护病房，到即马拢还未好。参议院议长韦德奇18表示，院方向伊通知，齐曼无甲可能伫未来几礼拜登去工作，也就是无法度履行总统的责任。Dle názoru Ústřední vojenské nemocnice není Miloš Zeman, prezident republiky, v současné době ze zdravotních důvodů schopen vykonávat žádné pracovní povinnosti. 捷克国会大选10月初9才大结束，较犹大的斗阵甲海盗甲市长两大反对党联名，成功摕到过半席次。执政党不满公民行动的巴比斯连任无希望，不过支持巴比斯总统齐曼表示，伊的指派赢得大选的政党组阁，毋是政党联名，有意任命巴比斯继续做下一任总理，互局势出现变数。想要到大选期间，齐曼就送一交护病房，到即马无公布病名，或者是可能出院时间，因为捷克总统负责伫选后甲各党领导人会谈组成新的内阁，那总统无法度行使职权，依照宪法的规定，爱转移职权。Já to řeknu úplně jednoduše, když si vezmete do úvahy, co jsem tady přečetl, tak jiná možnost, a řeknu to bohužel, nepřichází do úvahy, než že se musíme bavit o tom, kdy a jak aktivujeme článek 66 ústavy. 捷克宪法第66条，那总统因为重大原因未履行职责，经众议院甲参议院决议，职权会分予现任总理甲参众议长代为行使。其中总统任命新的总理的权利会转由反对派占多数的新任众议院，就要选出的新科技长代为行使。外界普遍有期，齐曼无法度行使职权，会互目前的反对联名组阁，成做更较简单。公司新闻因炮如变形。美国的前国务卿鲍尔昨因为武汉肺炎来过身，食到84岁。鲍尔是美国史上头一位非洲的国务卿，不过伊伫咧国务卿任内，伫咧联合国捌提供错误的证书，建议对伊拉克发动第2摆的波斯湾战争。伊嘛讲过这是伊人生当中一个真大的失误。美国白宫降半旗，哀悼前国务卿鲍尔18过身，享受84岁。美国总统拜登讲，鲍尔是伊亲爱的朋友甲爱国者。And he rose to the highest ranks not only in the military, but also in areas of foreign policy and statecraft. This is a guy, and we talk about it, who had teachers who looked at this African American kid and said, "You can do anything." 鲍尔的家人发声明讲，鲍尔因为新冠肺炎并发症过身，不过伊已经做过2剂预防针。鲍尔是1937年伫纽约哈林区的非裔牙买加移民家庭出世，捌参加过越战，尾啊伫咧老布什总统任内，成做第一位非洲的美军参谋省长联席会议主席，主导1991年美国第一遍对伊拉克战争。2001年，伊就任小布什政府国务卿，成做迄当阵美国史上职位上悬的非洲的公职人员，也是史上第一位非洲的国务卿。不过，伊伫安理会争议性报告，和小布什总统发动第2遍破湾战争。A fourth source, an Iraqi major who defected, confirmed that Iraq has mobile biological research laboratories in addition to the production facilities I mentioned earlier. 鲍尔尾啊承认讲，这份报告的内容有错误，也讲这是攻击记录的污点，因为美军并无伫咧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人民讲，鲍尔2支手顶头拢是伊拉克人民的血。حقيقة كون باول من الشخصيات اللي ساهمت في إحداث فجوة كبيرة بالمجتمع العراقي من خلال الاحتلال الذي عاث في الأرض فسادا وقتل الكثير ودمر الكثير. 鲍尔伊做公职的时阵，大部分拢是伫咧共和党政府，尾啊伊是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鲍尔捌支持奥巴马，2016年是支持希拉蕊，也佫批评川普是国家的见笑台。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讲到网络的世界是互人又惊又爱。最近伫科技界有一个热扑扑的话题，叫做元宇宙。伊是一种共享的网络虚拟世界，互民众会当用游戏方式甲人交流互动，甚至也有数位资产通好买卖。Facebook 伫10月也宣布讲，伫5年内会伫后面招1万个人，要来投入这个元宇宙的事件。
元宇宙 Metaverse 互人当作后一个世代的网际网络，利用虚拟实境 VR 甲扩增实境 AR 这种沉浸式技术，互用户伫所谓世界有更加真实的体验。伫元宇宙内底，算的人也是因的网络分身，会当买物件，甲千里外人做伙参加演唱会、互动交流，也可以当做伙工作学习甲创作。面册创办人萨克伯格预测，未来5年内，面册会为一间社区媒体公司转型做元宇宙公司。顶个月底宣布投入5000万美金，要帮助全球产官学机构进行研究。18个宣布5年内伫澳洲要征求人才1万人，积极投入元宇宙的建造。We will hire engineers, researchers, developers, and product managers who will take part in building the metaverse, this virtual environment in which people can do business, work, and play. 新冠疫情期间，愈来愈侪人远距离工作甲上课，互线顶互动更较真实的需求大大增加，促使咱人对元宇宙更较有兴趣。其中一种使用区块链的技术，会当用加密货币来购买虚拟土地，也甲艺术这种数位资产，这充满商机。这种的平台需要几落年来打造，也吸引一寡商界甲游戏这的科技业者来投资，想要做世界霸主。不过，原来有人真惊个人的隐私甲个资会互人进一步侵犯。There's the issue of managing content on social media, and it's precisely over this that Facebook faces criticism. So I think the model needs to change. If the same rules as on social media are to be applied, I don't think that this new platform can become a huge success. 面册答应以负责任的方式打造元宇宙，要邀请人权甲公民团体参加，确保平等、包容、共用这个基本价值。不过，长久以来，家己的道德争论一直伫哩。10月初，一个前员工检举者伫美国国会作证，讲做面册为着利益，建在家己的平台，互人用来传播受婚、暴力，也甲假消息。失控的社群演算法，大大伤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也甲民主政治理性的运作。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东山会今日针对救国团名下财产，敢是用着无正当手段所摕到的举行听证会。东山会表示，救国团名下包括着金山青年活动中心，也有关云山庄等等所在，拢是无符合国产法。不过，救国团伊也不会回讲，这寡所在拢是执行政府所交代青年任务，唔是违法，也唔是动产。2018年，救国团获东山会认定是国民党的附带组织了后，伫个名下有规台湾29笪土地、50笪建筑物，伊的总资产超过51亿。东山会第19就救国团的特定财产是毋是无适当来处置来举行听证会，包含救国团成立了后第一个青年活动中心、金山青年活动中心，还有救国团伫个太鲁阁国家公园经营的关园山庄。平湖金龙头青年活动中心，假使讲认定了后，若是有无适当来处置，安尼就会甲收为国有。救国团随后于原金龙头招待所之基地上新建建筑，并于69年落成启用。事后，海军总司令部因该地另有军事用途，商请救国团迁建并返还土地，救国团不愿迁移。根据东山会调查。关云山庄是伫咧国有土地，管理机关是林务局。教育部伫咧1983年甲林务局来租用，才阁借予救国团来使用。这无合国产法的规定。不过救国团是表示讲，过去咧去青年活动中心甲这个山庄是咧执行政府交办的照顾青年任务，毋若讲是合法，嘛是有正当性甲伊的必要性。回复给监察院的函文。也是认为他的补助都是合法的，所以我们自此认定我们的财产来源是正当。伫听证会顶悬，救国团用律师甲会计师来提出非动产的例证，这是无算是国民党。也若讲公有土地这部分，过去已经煞咧和政府单位来协商，全数会配合政府来归还，也是讲甲办理租用，无应当讲过来甲这个救国团来甲点油做记号。强调讲，目前是毋是国民党附带的组织，这个案还阁咧审。东山会无应该违背法律定数，佮承认讲这是无适当来处有。记者综合报道。
明年就是县市长的选举咯，国民党参选南投县长的人选伫今仔日出来咯，有电话民调真侪人支持的，也是现任立委柯淑华要来参选。他讲到民进党的方面，目前是有蔡培慧加陈纪恒想要来争取，不过人选的部分就要等下到11月全大会了后才会当来确定。国民党南投县长初选电话民调早19公布，立法委员柯淑华赢，代表南营出战。共党竞争对手立法委员马文君也出席，表达尊重民调结果，也全力支持柯淑华。展开各个乡镇市市长的这个人选的整合，在明年的5合1的选举，我们在每一个职务上，我们都会尽快的就定位展开所有的人选备战，这是我们要共同努力的方向。现在他在民调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们也在这里期待淑华可以代表我们南投县，可以再稳住我们南投县长的这一席。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出来，随时展现团结的气势。但是民进党方面，行政院中部联合中心执行长蔡培慧加执行院长陈纪恒两个人拢要竞选南投县长。虽然讲还无代表民进党，不过对柯淑华表达祝福，希望来一场政策论战的君主之争。能不能够看到问题、解决问题？一个是去了解以及挑战任何一个候选人的专业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创造的是南投长期的发展，而不是个人权利的追求。恭喜许淑华立法委员代表国民党来参选南投县的县长。那希望说未来我可以跟他来一场君子之争，然后共同为南投提出更好的愿景，然后着重更多政策的论述。国民党南投县长参选人柯淑华表示，最近会提出县内13乡镇的观光、交通也甲社会福利的政策白皮书。若是民进党人选是透过协调，还是经党内初选机制，会听候11月中全国党代表大会了后才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经过10多年啊，彰化市区的铁路高架化工程18国发会进行可行性评估案的审查，这代表讲尽力开发的天数。完工了后，总长是9.5公里，沿路会拆掉4座路桥、4座边高道和4座的车用地下道。不过这一部分的经费，彰化县政府就要来负担。讲到边高道带来无方便，伫彰化火车站排班的客运车司机真有感觉。边高道等真久，搁而且有当火车慢分，有当开来到边高道中无代志动起来，咱拢唔知影半行，伫遐逛逛直直等。上下班要等很久，如果就是高架化的话，就不用等那个铁路啦。彰化市区的永安街车来去去，也毋过边高道的铃声一响，人甲车拢爱停几分钟。彰化市区民众期待铁路量早高架化，总算等到好消息。国发会18召开委员会。经过真久的讨论，通过可行性评估案审查，宣告高架化工程近日实质开发停驶。平面的话，它会影响到铁路沿线两侧的一个都市阻隔那影响到都市的一个发展。未来能够实施的话，可以来改善沿线的一个都市发展，然后呢，也可以进行都市的缝合。彰化市的铁路高架化工程，北纬大渡溪南环南到大埔十字沟，全长9.5公里，完工了后会当消除各4座的路桥、边高道甲车行地下道。新设金马甲中央2座通勤车站，也毋过原先规划是2条铁轨路，考虑营运规划改做4条铁轨路，预算就增加100多亿。彰化县的自偿率为3.03%提悬到7.01%，增加我们未来铁路腾空之后的土地的一些收益，来降低我们彰化县政府的负担。那我们县府会来逐年编列相关的经费。彰化县府表示，虽然对财政是一大考验，也毋过透过都市计划开发，增加土地效益，加减少征收经费，达成都市联合的目标。那工期顺利，有价伫2030年完工。记者综合报道。有一种外来种号做赤皮周植，上早是伫咧高雄乡发现到，落尾伫咧大江国家公园也有找到。一年当中捌处理掉上千只，也因为这款赤皮周植真够炭，最近也已经对南部炭到中部啊，甚至出现伫无草埔的工业区内。放伫观测箱内身躯顶，也阁有加比色的花草，这就是外来种赤皮周植。上早伫高雄发现，不过这几年伫中部也会当看到。甚至是无草埔的工业区，也会当发现到因的形状，互志工感觉真怪奇。
当时看到的时候是吓一跳，这样子，怎么外来种的青蛙跑到花盆里面来？对，因为这一带都是工业区，然后基本上来讲的话，工业区没有它的生存的环境，比如像沼泽啊、湖泊啊，然后水池啊，那会跑到工厂里面来，真的让人感到很意外。外来种的赤皮周芷是强势不种，批火上有毒，野瓜也无抓类要甲食，根本无敌人。最后出现伫台湾的西南部的产里水边啊。不过这几年对农村到都市拢会当看到赤皮周芷，也因为拖了伤过紧，台江国家公园就捌伫1年内掠到1000多只的赤皮周芷。我们去年做的移除，那总共移除了1176只。繁殖力强，然后又它的适应力也很强，所以如果一般我们针对外来入侵种来讲，我们都会采取比较预防性的策略。台南市农业局表示，赤皮周芷是外来种，只有饭时前会甲食，但都影响到其他田蛤仔的生存。农业局明年也邀请相关的专家来做研究，看要安怎来消灭赤皮周芷。若准民众有发现，会当通报市政府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丰隆果菜市场后壁车路，常常去互人乱倒粪扫，真侪停车架内面的粪扫是囤规堆。环保局是连续3天派人取缔，各发25件。清洁队员嘛表示，伫遮逐工摒粪扫，差不多拢已经摒5档去啊，拢是果菜市场工作人员甲附近的民众乱弹的。骑奥多拜的人要黑白蛋粪扫，当场互环保局人员撞到。老人这次太好了，不是故意的了。唔但伊半暝嘛有人专工驶车来遮等一包粪扫，甚至出动货车来偷盗。这几天环保局伫丰隆市场后面的道路落野取缔，因为遮的停车架常常有粪扫堆甲一堆一堆那粪扫场，有时粪扫等伫2台车中，逐工来摒扫的清洁人员真生气。无一天会改善的，逐工都是安尼，因为阮清即阵清了嘛。啊，等者12点多之后，都有人开始在等啦。太油啊，甲水果，这物件是咱走入门口，你毋是伫咧市场咧管理的吗？啊，你要互因场外交易的时阵，你来影响到阮做工课啊。啊，阮一天的迄个5档车，逐工就开到边边啊。丰隆市长表示，市场内底有提供粪扫处理场，逐工清运，因有咧管理。不过，粪扫黑白蛋的情形愈来愈严重，环保局连续3天取缔，各发25件。易派员不定期现场取缔，经现场取缔违法多为丰隆市场工作者及附近一般住户。一张单会当罚1200到6000，恐惊罚了过几天，就阁有人来弹。清洁人员建议爱罚较重才有效。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疫情爆发了后，有真侪民众拢会叫外送，环保团体也甲外送平台合作，鼓励餐厅就要减少使用免洗餐具。目前全台湾要到8万间的餐厅，这内面有36间参加环保友善店家活动，有一寡店家是真想要参加，不过因也讲外送平台所抽的口面使用伤过济，若阵下卖卖抽较济，无的确加入的店家会搁较济。咖喱甲白饭大淡的分开，外送店内一份日本咖喱就生成3个免洗碗、3个塑胶罐。本土疫情爆发了后，民众搁较挖靠外送，部分县市的仓库粪扫增加2成。要按照减量 ，NPO 团体替外送平台制定优先店家认证机制，鼓励餐厅对每一回餐点的一次性包材唔通超过2个。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创立的初衷就是不希望制造太多的垃圾，所以我们在选择餐盒包装的时候，我们就是优先选择没有用塑胶凝膜的材质，这个是植物纤维。然后其实我们自己实际测试它的密合度也很好。那汤汁其实外漏的问题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会发生。希望它的包装是可以能减则减的，所以在一定的数量下，我们会希望大家都是使用更少的包装，但还是可以达到完整而且食安情况下外送的前提。这个平台目前配合的餐厅全台有8万间，头一波得到认证店家36个，占比真少。还未加入的餐饮店表示，会愿意加入餐区减量的行列。不过部分情况有缘有难度。不可回收素材有一些还是会多少用得到，可能是橡皮筋啊，或者是贴纸，要把它区分出客人的品项。7756吗？
疫情爆发了后，这间公馆市区内的便当店达到1/3的营业额转移到外送，店家认为外送平台普遍向餐厅抽成35%非常悬。若讲要响应环境友善，一定要搁增加营运压力。若讲平台会当降低抽成，同齐分担环境成本，才会当提悬加入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伫即届东京奥运有一位跳水的金牌选手，伊是哪看比赛哪车碰生，即摆情形也出现伫家己的店家。社区的时代平常时拢是伫咧做餐做食，毋过因最近也开始学车碰生啊。有阿嬷阿公也讲，这车碰生有影是真趣味。社区的阿姨甲大姊一人一句做伙讨论这编辑作品倒一面是正面。家己馆文化基金会配合在地艺术家推广编辑课程。希望偏向社区的生活中，会当加添更较侪美感。这个物件吼，互咱有回忆到咱小时候真好的感觉。这时段吼，大家会当运用伊的头脑吼，啊，搁手会较灵活，吼，啊，大家做伙安尼较活泼。老师一步一步教大家做伙创作一幅作品。社区的时代嘛，为一开始镜头仔的练习，连到即摆会当用碰洗车，甚至搁有80外岁的阿公，田内底石头无用线，嘛要赶来上课。啊，来这是讲大家做伙要娱乐快乐啊。线都是他们在工作上的随手可得的物品嘛，随手就可以拿起来用手钩织啊。比如说椅子坏掉啦，帮个那个椅子啊，或者是什么都可以利用。家己馆文化基金会表示，山区的时代大部分拢咧无闲做事，因为少年人拢无伫遮，所以社区嘛较欠一寡新的刺激。透过较好入手的技术课程，替时代增加生活的趣味，嘛互艺术的美感会当伫偏乡拖开。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咧新地的迪北有要到20万的人，这其中来自东南亚的新住民就4万人。迪北市公所特别举办新住民的文化活动，邀请新住民团体来参与。现场毋但有料理，也有表演艺术，重新展现新住民故乡的滋味。来自印尼的新住民唱出好听的歌曲，现场有泰国、印尼、菲律宾的点心会使食。主办单位特别准备多元文化的关卡，透过佚佗的方式，让参加的民众更加明白因的故乡。就很有趣啊，对，就是让大家可以认识一下新住民的文化还有食物。很开心，就是在台湾可以认识很多同乡。对，我还蛮喜欢的，这样子让我们新住民可以出来，然后推广给我们台湾在地的人，能够多了解我们新住民的这个东南亚的一些文化。新德县迪北市这几年来，新住民的人口快速增加，透过举办活动，让民众更加了解异国文化，包括新住民融入在地生活。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来了解每一个国家它的文化，还有它的美食，让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一起来了解。迪北市连续4年举办新住民活动，希望透过传统表演，甲大家分享，包括新住民展现自我。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2021台湾国际人权影展对这个月开始啊，第五届的这个影展主题包括着环境、民主、教育3大方面。除了有14出的电影要来放送以外，嘛开放各地头店家来合作电影放送活动，让民众会当伫每一角事关怀着人权的议题。إنه اليوم في خطاب وراح يعلن راح يتطرق لهذا الموضوع. راح يعلن ايش؟ القدس عاصمة إسرائيل ونقل السفارة. 2018年，美国总统 Trump 的声明，和当时的以色列甲巴勒斯坦搁再发生冲突。巴勒斯坦拉马拉市的市长虽讲办事紧张，也是拍拼做好市长的工作。这是2021台湾国际人权影展的餐厅电影市长先生的完美入期。巴勒斯坦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在国际上是具有一个像以色列一样，有影响力的一个地位。一位市长，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一个很琐碎日常行政官僚的这个体系当中，如何去体现一个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尊严。以这2年的疫情做主题，向后疫情失控之出，记录巴西 COVID-19 疫情爆发迄当中，中央政府无负责任甲暗藏事实。2021台湾国际人权影展有14出国外作品参展，为环境、民主、教育来讨论生活当中的人权价值。然后透过线上影展，我们可以很贴近的，你可以在个人装置
就可以探触到这些议题，然后透过聚落放映，你可以在你的社区就看到这些片，维持公开性之外，还希望可以发展在地性。2021台湾国际人权雅典10月22到31，会使透过线顶的平台来收看。另外，阁有专台串联放映的活动，专台有34个提出申请的单位，为10月15到11月30。互民众会当伫册店、咖啡厅、学校等等做伙看电影，为生活当中开始关心人权。记者郭冠长随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22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9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